係咪好怕組合問題呢？等我教你點計啦。個籃入邊有15個完全相同嘅乒乓波啦。咁啊，小明佢每次只可以攞1至4咁多個波出嚟嘅啫。咁佢究竟總共有幾多個方法可以拎走晒所有嘅乒乓波出嚟？好多時都係㗎啦，呢啲揾規律嘅題目都係啦。我哋最主要嘅做法都係化繁為簡，揾翻佢個規律先。咁所以一開始15個乒乓波太多啦，我哋嘗試下由少嘅開始去諗啦。假設佢原本即係呢個 total 就係講緊佢原本有幾多個乒乓波啦，個籃入邊。OK， 咁我假設一開始 total 得1個乒乓波嘅啫，咁佢究竟有幾多個方法可以攞佢出嚟呢？咁好明顯，佢只可以一粒咁樣攞出嚟啦。咁所以總共有幾多個唔同嘅方法去拎晒啲波出嚟，就係得1個嘅啫。OK，number of ways 即係有幾多個唔同嘅方法。咁跟住我哋就考慮當佢有2個乒乓波嘅時候，咁有幾多個方法呢？首先拎1粒，再拎1粒。OK， 咁就拎晒2粒啦。又或者一次過拎晒2粒出嚟，呢個係第二種方法。咁所以 total 就係2種唔同嘅方法。咁繼續啦，如果有3個波咁點呢？都係啦，可以逐粒逐粒攞出嚟啦，1、1、1咁樣。又或者攞完2粒，攞埋嗰1粒，攞咗1粒先，之後攞2粒。又或者一次過都係攞晒3粒。留意佢每次只可以拎1至4咁多粒嘅啫，咁所以而家暫時佢都仲可以一次過攞晒嘅。咁 total 有幾多個呢？就係有4個唔同嘅方法。未睇到規律嘅時候，我哋就唯有默默做落去啦。咁有4個乒乓波喺入邊，咁都係啦。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1、1、1、1，即係攞晒4粒。又或者2、1、1啦，2粒、1粒、1粒。又或者1、2、1，跟住就1、1、2。2都得嘅喎，可以2粒2粒咁樣攞晒，亦都可以3、1啦，3粒之後1粒，又或者1粒之後3粒，最尾呢，其實亦都可以4粒一次過攞晒，都有一句，佢都仲係喺4粒之內嘅。咁即係話呢個 total 呢，就會係有8個唔同嘅可能性。跟住我係咪要繼續練埋落去呢？其實去到第5個嘅時候呢，開始有嘢睇啦。個籃入邊有5個乒乓波嘅時候，究竟發生乜嘢事呢？佢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啦，但係無論咩方法都好，佢第一下抽出嚟嘅數量都只可能係1粒、2粒、3粒或者4粒嘅啫嘛。佢唔可以一開始抽5粒出嚟噶嘛，因為講過好多次，我哋只可以係抽1至4個出嚟嘅啫。咁所以即係話而家呢，只係得呢4個大嘅可能性嘅啫。咁我哋就分析下啦，如果佢一開始抽完1個之後，入面剩翻幾多個呢？係4個。咁既然入邊剩翻嘅係4個，咪即係將成個情況帶翻去本身有4個波嘅時候嘅嗰個情況嗰度咯。即係我哋要用呢一個方法去完成埋佢呢4個波波咯。咁所以即係話呢，結果嚟講，其實呢一度係會有8個可能性係做埋落去嘅。咁同樣地啦，如果佢一開始係拎走2個嘅時候，咁而家個籃入邊嘅情況就會係得翻3個。咁都係啦，幫我帶翻去上面3個嘅情況，咁即係話剩低嘅我哋完成埋佢嘅情況就只係有4個咁多個唔同嘅方法嘅啫。咁如此類推啦，呢一度係得翻2個，所以咧咁即係用翻2個嘅情況嘅時候嘅嗰個方法啦。咁而一開始抽4個嘅時候得翻1個，咁當然就會1個啦。咁即係話原本5個波嘅時候，佢係會有呢4個唔同可能性 ，OK？ 咁所以總共佢可以有幾多個唔同嘅玩法，就係將佢哋加埋晒一齊。加埋晒一齊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得出應該係15個唔同嘅方法啦。如果大家都仲未睇到個 pattern 嘅話呢，我哋再用原本6個波嘅情況睇多一次啦。咁原本6個波，咁都係嗰樣嘢啦。我哋一開始第一下只可能係4個唔同嘅情況嘅啫，就係抽1個、抽2個、抽3個或者抽4個。OK， 冇第5個噶啦，因為只可以抽1至4個嘅啫。咁所以抽1個嘅時候，嗰個籃剩低幾多個呢？就係剩低5個。咁如此類推啦，抽2個嘅時候剩低4個，跟住剩低3個，剩低2個咁樣啦。咁由於我哋而家第一個情況剩低5個喺入邊，咁咪即係我哋會同翻原本5個嘅情況係一樣，即係有15個唔同嘅可能性可以處理到呢5個波咯。咁即係話而家呢個情況就會係有15咁多個唔同嘅方法啦。第二個情況
得翻4個波喺入邊，我哋就 follow 翻4個波嘅情況，8個唔同嘅方法，如此類推，4個2個，咁即係話原本6個波嘅時候呢，就係將佢哋加埋晒一齊，咁我哋就會得出29啦。咁大家應該會見到噶咯喎，即係話呢一度每一個情況呢，可以做到嘅唔同方法，就係佢上面4個唔同方法加埋一齊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哋要計第7個嘅時候啦，我哋只係需要將佢上面呢4個數加埋一齊，7嘅話呢，就會係56咁多個嘅。咁一路按翻呢個規律加一路加落去啦。OK， 咁我哋就會發現去到第15個嘅時候呢，所得出嚟嘅就會係10671。咁亦都即係話，總共如果個籃有15個乒乓波嘅時候，小明係可以有10671咁多個唔同方法去抽晒啲波出嚟啦。想有更加多奧數比賽嘅題目，記得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Facebook 啦。